校初一及初二學生每週均設有6節設計與科學課，課程結合科學、視覺藝術以及資訊科技3大學科，融合為一個跨領域實踐導向嘅教學體系。透過多元主題以及豐富活動，引導學生進入 STEAM 嘅學習世界，激發創新潛能以及綜合解難能力。課程主題涵蓋範圍廣泛，包括 VEX 機械人、家居服務型機械人、水底機械人、無人機、人工智能、自然科學及遊戲設計等。每個主題皆配合真實世界嘅科技應用同埋社會需求，令學生喺學習過程之中理解知識嘅實際價值以及未來發展方向。因應唔同嘅課程，學生除咗喺校內，亦有機會走出課室，前往例如係澳門博物館、澳門科學館、澳門大學等地外出上課，結合校外嘅資源，擴闊視野，增強學習興趣同埋動機。本課程以 STEAM 教育理念為核心，整合科學、技術、工程、藝術與數學5大元素，透過理論講解、實作訓練、創新設計同邏輯思維，全面培養學生嘅規劃能力、實踐能力以及綜合管理能力。喺課堂之外，每個主題亦都設有相應嘅聯課活動，令對相關領域有濃厚興趣嘅學生可以深入鑽研，發展個人潛能。此外，喺課程內外亦都安排咗唔同層次嘅比賽平台，例如係機械人大賽、創意設計比賽等等，鼓勵學生參與，實踐所學，發揮所長。學生喺課程之中唔單止會學習理論知識，更會實際體驗工程設計流程。步驟包括 Ask 了解問題，明確目標； Imagine 構思多種解決方案； Plan 選擇最合適嘅方案並擬定計劃； Create 設計同埋建構原型； Experiment 測試並評估解決方案；Improve 根據結果優化設計。呢一種以問題導向嘅學習方式，令到學生可以將抽象嘅科技概念應用喺實際問題嘅解決入邊，並喺過程之中提升團隊合作、溝通表達、設計思維以及商業認知等多方面能力。設計與科學課唔單止係科技同創意嘅融合，更加係培育未來多元人才嘅重要平台。